來繼續來看中東的戰火，間接影響到全球石化的供應鏈，多參國內的農業嘛受到衝擊。像這個細粒卡馬豆等等，一寡愛用塑膠包裝的農產品，這個包裝價啊是愈來愈貴，平均起價起10%至15%，甚至參要買這個包裝價啊都買無。講恐驚到時陣，農產品本身嘛會對咧起價。賣場的貨架下甜不不的卡馬豆用塑膠殼殼底送禮如何看？如今受到戰火影響，可能會面對無貨。這一個現在是供貨難求，就是講這的農民根本就找無有所在去買這個便當盒啊，就算買的店嘛是攏起價。個別的農民在詢價的時候，有的可能要用更高的價錢才買得到現貨。戰爭爆發影響石化供應鏈，原物料供應危機，塑膠包裝平均大起10%到15%，尤其較靠着上的水果，愛用 PET 或者是 PP 塑膠殼殼來保護。若是欠貨就吃力啦，農產品就可能會變貴。一點一點的漲，一點一點的漲累積起來。其實這就是農民的一個沉重的一個負擔。這個漲價了以後，就是一定是造成通膨，已經到末端的消費者身上來。那農民嘛愈來愈多中小企業嘛受到牽連，導業者的年報計數嘛起，親像 OPP 豐收的年報一捆就起30%，米亞報在這個產品年報含凍高溫的矽利康年報計數嘛攏起15%，貴日常用品到底藥外包裝都啊攏受到衝擊。去年行政院就在這個韌性條例的特別預算裡面是有撥了200億，如果在這一波的原物料的影響之下呢，那麼需要調整的藥價或者是醫材的價格，我們將會用這一筆預算來這個及時的來因應。中東局勢共款無穩定，和民生產業受到影響，老百姓可能希望賣個小錢，量早回到正常生活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